王朝和……哎，姑娘，后面什么词来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小时代就好，他肯定。在身边。王朝和马汉哎，在身爸，边。我不行了，我真尿急，赶紧停车，我要上厕所。在身边后面什么词爸，来着？我真尿急。哎，停了，停了。哎，姑娘，前面有厕所，你打车来等我。姑娘，你要纸吗？不用，不用了。5分02秒。等一下。哎，这姑娘那么着急，这爱着火吗？还行，比上次快了1分39秒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左边，拿碗的手。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1分55秒，交通灯马上就要变色了，你还有最后5秒钟。我感觉我跑出了博尔特的障碍。